铁线桥，然后铁线桥这边的庙还很多。这进香团哦，好多的车队，神轿车也很多。太子宫是在北边呢，这边铁线桥呢。哦，那要往南下，是要去哪里？这边铁线桥，正前方看到的新玄武殿呢。这条路一直走会到那个旧通济宫呢，限定古迹呢。这里新的通济宫正前方，新的通济宫呢。北边太祖宫呢，北边太祖宫，农历9月9号以前都很热闹，农历9月9号也很热闹。今天9月2号了呢。